奶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和锦溪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你跟他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为什么？锦溪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。你说我一个做表姐的能不说他吗？那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和我生气呗。你管他是应该的。像酒吧那种地方，是女孩子能去的吗？那么乱。昨天晚上西城从酒吧回来，满身是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啊！回头我一定说他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，下回若是再这样，可别怪我不给他情面。是，奶奶。奶奶，我出去走走。你跟奶奶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苏妍希，我当初真是小看了你。你勾引男人有一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勾引男人了？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，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。顾西城他对你动了真心。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，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？等你离开顾西城，我自然会把你妈还给你。我妈？她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不是我妈。从她和贺振东离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妈妈了。当初她不要我，现在想我认她，怎么可能？贺锦熙，离婚这件事你怎么能怪妈妈呢？她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么好赌，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妈妈，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她就离婚，就带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给贺振东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贺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但是现在，是你抢了我的男人，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